伫等下说风台过了后，有民众经过台南一个田仔花的时呢，有翕到一个读西港国中的这个男同学，烦恼讲若落雨时会过淹水，所以讲呢自动自发举拖车并这的这个水沟来这树叶啊，这个温州一个被公开尔有差不多8万人呢，加二赞加肯定佮兼学乐，因为这个违拍风台又过来啊。这个呢，西寮里这个居民烦恼讲，如果会带来灾情，所以讲提早做准备。 民众经过农田翕到这2张相片，一个穿雨的读高中的查甫囡仔，手举拖车，当咧边掉伫圳沟内底叶啊，温暖高大新的贵宾，风扑去网络顶，吸引到要8万的人起赞。他那时候很多树叶积住，然后水会流不过去，然后他就有可能会淹水。大家都在忙啊，我就刚好有时间，我就看不过去，就回家拿 工具来把它清干净。这个姓吴的查甫囡仔，在读台南的西港国中，因为发现圳沟内底拢是叶啊，烦恼雨那上较大咧，会个积水，就家己雷拼拼咧，后面众是真甲学乐。有人笑讲，伊未来若要出来选里长，一定会当好伊。学校教得好啦，爸爸妈妈教得好。他平常在学校其实很热心助人，然后积极参与学校事务，还有学校本身相关就说会给他记嘉奖。查甫同学平常时伫学校就真热心，老师也真肯定伊自动自发的精神。是讲，但那是风台正卡车拄走，未拍风台就搁伫今仔日的早起形成。台南7个西寮里的居民，烦恼风台一个带来灾情，已经出动抽水机，搁伫布花边塔沙包。啊，什么叫烦恼？然后阮清了，其实嘛清啊袂一半啦。啊，嘛惊讲哦，无菜干，嘛个水入来咧啦。啊，那个入来嘛是命啊，无要安怎？这若真正风台入来啦吼，大姐实在按讲真诶啦，阮也共款休伊啦，因为啦吼，阮这海边啦吼。 风特别大啦！嘉恒都也未完全复原，即摆佫形成一个新的风台，居民敢若会当量早做好准备，希望会当将灾害降到上低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